陰滿屋全屋定制，用20平方米變出3室2廳，秘訣全在呢度。入戶做2組獅子櫃，主角擴容50%收納空間，鎖匙手袋隨手擺好，入門即刻告別雜亂。開放式廚房加2組 L 型櫃，雙面延伸操作台面，被送煮送路線縮短一半，煮飯都變成享受。客廳裝地台床正到爆，床尾樓梯櫃層層有收納，連樓梯級都係抽屜，搭配可移動抽屜櫃自由組合。過櫃被鋪玩具雜物全部隱身，5平方米細客廳秒變收納王者。廁所做乾濕分離，濕歐水花四濺，乾區依形乾爽，徹底告別潮濕鬱悶。主人房呢個設計正到冇得輸，貼牆衣櫃無縫接駁書台，再延伸到地台床，一體化定制，直接解鎖瞓覺加反攻加收納3大功能區，細睡房秒變超強空間。想整同款 PM 我攞報價單，免費設計等你拎。